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节目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经济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应该伫下暗会飞到咱台湾访问。针对这个消息，美国白宫无愿意证实，也毋过白宫是表示，议长有权去台湾访问，未受中国的威胁恐吓，也是吓惊。若中国是继续发表强硬警告，表示准讲佩洛西去台湾访问，中国的人民解放军未激点点。有一位消息人士甲路透社讲，美国已经甲佩洛西访问台湾的代志通知一寡盟友。有消息来源讲，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间可能是拜三，会甲一定关心中国人权纪录的活动人士见面。对此，美国无证实，只敢讲佩洛西出国访问无任何确定的行程，也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无改变。The Speaker has the right to visit Taiwan, and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has visited Taiwan before without incident. We have said that 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Beijing to turn a potential visit consistent with long-standing U.S. policy into some sort of crisis or conflict, or use it as a pretext to increase aggressive military activity in or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We will not take the bait or engage in saber rattling.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not be intimidated. 佩洛西若真正访问台湾，将会是1997年正月7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联邦众议院议长。有美国官员讲，五角大楼正伫咧监控中国人民解放军伫相关地区的动态。Are the people of Taiwan at risk if Speaker Pelosi makes this visit, and is she at risk if she makes this visit? As for the potential risks, I think that is a better question put to the PRC and to the PLA Army and Navy and the Air Force. 中国对佩洛西访问台湾发出强硬警告，讲这是严重干涉中国的内政。中方正严阵以待，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佩洛西众议长访问台湾，中方必将采取坚决应对和有力的反制措施。至于是什么措施，如果他敢去，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中国抵号伫咧 Twitter 发文讲，美国航空母舰雷军号离开南海了，就向北平驶。对相关部署的办事来看，佩洛西确实有可能来台湾访问。咱外交部对此是无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讲，对外宾来访拢会做上好的安排。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已经出来伫亚洲访问，敢未来咱台湾，咱外交部嘛无正面的回应，对伊的行程嘛无任何评论。也毋过有学者即嘛是分析讲，总讲佩洛西来咱台湾，等于是美国支持台湾民主的一大信号。嘛有学者是认为讲，即件代志是美中咧探对方的底线，咱来斟酌注意的是，看敢会影响咱台湾的利益。对于外宾的来访，我们都会做最妥善的安排，而相关的时间、期程等等，也当然都尊重访宾的规划。咱记者无意讲，中国对佩洛西来台态度也无改变，甚至伫沿海军演表达不满。学者分析，佩洛西即摆也是美中博弈的一部分。蔡政府低调回应是正确态度。那佩洛西来台，中国会关注访问团甲台湾的对话甲活动。台湾也注意后续美中民主内外之争是不是影响台湾的利益。如果今天佩洛西来台湾不受到中国的影响，事实上是美国给全世界一个信号，说美国支持台湾的民主，跟如同支持其他国家的民主一样，能够对抗中共的霸凌。在中美之间，它这个交易啊，就是面子跟里子之间那个交易的过程当中，会被我们作为代价，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学者分析，美国甲中国会伫这个事件试探对方底线，若无过度倡导，也是会回归美中大国拼场，各地国家利益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在上新的消息，咱来看一个好消息，这是咱台湾队昨昏伫 U12世界杯少年棒球赛对南非。尾啊，咱是以12-0提早伫第5局就拍赢对手，伫预赛赢3场输1场，伫 A 组甲墨西哥、委内瑞拉拢拍入决赛。比赛一开始就讲出雷亚安打带动攻势，队长陈军摕到第1分。面对南非队，台湾的打线3支安打串联，和陈军先走带摕1分。第4棒卢冠胜讲出中方向的雷亚安打送回1分，
苏拉来耶稣比也用高飞牺牲打贡献1分的打点，第一局顶半局中华队就摕3分。第2甲第3局中华队拢摕1分，第4局顶半局南非的手臂出现几落变失误，中华队继续扩大领先，这局就摕4分。除了先发投手郭小姐加中继投手曲文洲2个人做伙创造无安打的比赛，在打扫方面每一局拢有提分。第5局顶半局中华队佫摕3分，双方差12分，提前伫第5局中华队12-0赢球。南非伫咧这边U12比赛前3场预赛拢互对手第4局就赢球，因为外正欢喜的享受比赛。中华队是以预赛3胜1败成绩，确定晋级复赛。今日暗时预赛最后一战是要对意大利。记者综合报道。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低压带影响，各地拢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而且落雨的范围会较宽，嘛较有短时间的强降雨。气象局早起已经有针对大台北等8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甲明仔载，低压带通过咱台湾附近，所以水气会变较高，各地拢有可能会汹涌落大雨，尤其是中南部、东南部，还有各地山区落雨拢会较明显。北部、东部是落短暂阵雨，过道有的所在雨才较粗。若温度的方面，因为云较高，加上有落雨，高温嘛有降真济，高温是伫30度左右，感受是较舒适，无遐尔热。拜四开始，水气才会豆豆减少，太平洋高压会开始增强。若拜五的时，咱台湾受高压的影响，会阁恢复热天、高温烧热、过道落西北雨的这款天气形态。而且要提醒乡亲的是，这几天要出门，会记得早雨满雨伞。这个热天，欧洲、亚洲高温拢破纪录，日本热甲连窗户拢挡袂牢。所以即马有业者是专工设计有架电风的狗仔衫，带狗仔出门散步会使哪行哪吹。若伫葡萄牙是发生火烧山，透强风加上高温有40度，火是直直烧起，强要烧到首都里斯本，郊区的民众拢已经赶紧撤离。真惊人的火势，甲规个树林拢包围起来。到半暝啊，消防人员还咧甲野火咧车拼，离里斯本30多公里远的马胡拉，礼拜伫40度的高温甲透风的影响之下，火是炭了真凶。相关单位紧急甲车路封起来，而且甲一个灯照机构的人撤离，还佫有真侪民众是惊甲赶紧走出来。这个野火除了离里斯本愈来愈远，中北部的城市嘛有几个所在火烧。气象单位警告，即个高温会持续到拜二。目前投入千外卡手咧拍火，不过火势也是真好控制落来。另外，伫法国东南部的马赛郊区，嘛发生森林大火，目前传出有4个消防人员受伤，其中一个人伤势较严重。欧洲的高温，火是烧了愈猛，亚洲的温度嘛共款真烧热。日时啊，若是要带狗仔出去散步，是真惊狗仔去热着。即马东京道业者推出这款会当甲电风绑伫狗仔较接片的衫，安尼就算甲狗仔带出门，嘛较免烦恼狗仔会去热着。なんかドライアイス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つけて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ファンがあることで、なんだろう、少しは出歩きやすいかなと思います。另外一个饲狗的人讲，伊的狗仔是真敏感，无介意伫咧分尸顶放物件，不过所以当接受真正绑电风的衫，原因是因为電風設計了真輕。このわずか80g の軽量ファンを使用しておりまして、こういった電池ボックスをつけています。业者讲，这种电风是用2粒3号的电池，若是逐工拢带狗仔出去散步2摆，一摆吹10分钟，会当用3个月。就算狗仔穿日本衫，这种电风也是会当互狗仔排伫较接片，而且猫仔嘛有下用。目前这种会当排电风的衫是真受欢迎。业者伫咧东京已经收到100多张订单，一领的价销差不多是在票2200多块。公司新闻詹回并编译。加详情，咱做伙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亚洲访问，台海局势阁受到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整员大江的龙头就是咱的台积电。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有头摆接受 CNN 访问，伊表示中国准讲用武力入侵咱台湾，就算占领台积电嘛无路用，因为会无法度运作，阁会害全世界乱吵吵。伊嘛讲，希望国际社会唔通看轻咱台湾。
来看《中国时报》，根据警政署的估计，有超过2000个台湾人被骗去柬埔寨做人口买卖，总共加上乌数，恐惊已经超过5000人以上。昨昏航警就有查到一个讲伊要去柬埔寨食头路的查甫人，经过证人考证，伊才清楚，讲我家己是互人口买卖集团骗去，才无去坐飞轮机，才无过去。来看《联合报》，受全世界股市落败影响，劳动基金伫今年顶半年已经了钱了4400多亿，这是成立劳金局以来了第2济金额。其中劳保基金得了727亿，外界是烦恼劳保大底速度会变紧。来关心工业白皮书伫昨昏公布，今年工总对政府有提出208项建议。工总是认为讲，现有的核电厂应该继续使用延长退休的年限，嘛呼吁后半年唔好搁起电火钱。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电火钱会起主要是国际上能源的价格直直起，嘛强调别个国家电火钱拢比咱台湾也搁较贵。全国工业总会9位成员提今年多发布的工总白皮书交一本，内底拢是对政府提出产业建议。今年有8单元74个议题，总共提出208项产业建议。这是联华信通集团董事长苗宏强接任工总理事长了后，第一摆发布工总白皮书。伊讲，这2年大商回台投资出现资源互抢，搁一摆现实国内国缺问题依然无解决。缺工缺料，目前在台湾是非常的严重。按了本地的劳力全部都被这些高科技启用了。工总建议政府应该审慎评估，互即卖核电厂延续扮演备载能源，唔通形成为能源选项当中排除。啊，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以核电厂就好举为例，强调无法度延续的原因，因为电料池已经满，所以新北市政府卡关，无要发起大型储存设施。因为9月要开电价审议会，工总发声希望下半年电价唔通起。如果这次再涨的话，会造成真的是造成民怨哈，因为什么都在涨，电价在涨，就像人工在涨，9月、10月这一波呢是不应该再去解决。全世界的这个燃料成本上涨了3到4倍，各国的电价的涨幅都比台湾还要高。工总表示，今年工总白皮书主题是断骨，强调台湾现阶段想要加入 RCEP、CPTPP 并不简单，建议政府应该重新思考，将台湾打造做区域运流中心。国内存的资金导致基础建设欠缺较侪国际人才资金，产业才有机会会当转型。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16000多的本土病例，这个数字是3个月以来新高。啊，不过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发现讲 BA.5 已经出现伫北部的社区，因为佫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而且伊2个最近拢无出国，有可能伫社区内即马已经有病毒。另外，统计场即马嘛会当提供免费的防疫巴士，互入境的旅客坐，会当再去9个县市。旅客挂行李上车，准备登去进行3加4隔离，为加速入境了后的交通较方便。疫情指挥中心宣布，8月1开始，统计场会免费提供防疫巴士，互入境旅客坐，再加上8点9个县市。每天我们一个尖峰时段，大概上午7点到8点，还有下午4点半到8点半，固定每个小时来发车。边境管制慢慢放定，不过 BA.5 本土病例，佫增加2例，拢是北部30多岁民众，2人最近拢无出国史，其中30多岁男性7月20日发病就医采检确诊，更多亲人有1人阳性，30多岁女性虽然快筛阴性，不过因为症状一直继续，就采检阳性确诊。这场接触者有1人阳性，2人感染源来自社区，可能性较悬。越南部遵守这场关注事件，其中一个员工验出 BA.2，甲进前 BA.5 家庭关注无关系，宣布结案。不过定数发现新增加一个Omicron亚型变异株 BA.2.75，为泰国入境。目前国内已经验出2例 BA.2.75境外移入个案。目前来讲，我们还是以 BA.5 的这个威胁是最大的。不过，关于这个像2.75这些这个新兴的变异株，仍然会持续的严密来关注。因为疫情还未平息，小所宣布通过辉瑞 BNT 囡仔疫苗，近期使用授权已付费，应用伫6个月到4岁囡仔。
每一个人爱做3支，指挥中心强调已经买190万支的辉瑞囡仔疫苗，会赶紧开专家会议，但厂商配送都应安排给囡仔来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同齐来看，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5.8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641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16584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计共已经超过460万例。日本是超过1200万例，韩国超过19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已经超过93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若法国甲巴西是超过3300万例，英国是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事已经打160天。乌克兰一架载粮食的船只昨昏驶离开港口，这是双方签粮食协议了后头一架顺利出回粮食船。乌克兰的总统甲联合国的秘书长都希望赶紧解决全世界的粮食危机。这台货船慢慢驶出港，准备要去黎巴嫩。这台名叫做拉佐尼号的货船，载着26000吨的贩卖，伫当地时间7月早起8点半驶离开敖德萨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证实，这是俄罗斯乌克兰签粮食协议了第一台出港的购物船。Яке перевозить 26 тисяч тонн кукурудзи, вийшло з порту Одеси. Станом на зараз ще не час робити будь-які висновки і прогнозувати подальші події. Але порт запрацював, експортний рух почався, і це можна назвати першим позитивним сигналом, що є шанс зупинити розгортання продовольчої кризи у світі. 这台货船自2月18就调伫咧敖德萨港，这边出港的过程风险也真大，因为这片水域为了要防止俄军攻击，布真侪水雷。港口管理局的拖船将货船拖离开水雷的区域，后壁还佫缀一台救援船，以防万一。联合国秘书长讲，这只船载是欢悲甲希望。This ship, the merchant vessel Razone, is loaded with 2 commodities in short supply: corn and hope. Hope for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o depend on the smooth running of Ukraine's ports to feed their families. 这台购物船估计出离会到土耳其，伫伊斯坦堡接受检查。土耳其也成立一个特别联合协调中心，监督这只船是受安全的照既定路线驶，也有伫咧出入乌海时阵是受炸违禁的武器。美国国安会7月也证实，北京会收看新一波5.5亿美金的安全援助。乌克兰伫咧南部的战事也传出好消息，哈尔松州长讲已经修复40万自路。Де окуповано вже 46 населених пунктів. Більша частина це північна, яка межує з Дніпропетровською областю. Ну і небагато саме тут з півдня, яка межує з Миколаївською областю. 不过州长也希望当地民众撤离到较安全的州，因为有一寡修复的村庄、高城拢被破坏，也佫一直遭受攻击，有人道危机的情形。公司新闻郑伟林、蒋建光编辑。日本有一个记者伫缅甸记录当地人的抗议活动，却互缅甸的警方抓起来。这是日本记者伫缅甸采访抗议第2届互抓起来啊。另外，缅甸的军政府是佮宣布要延长紧急状态，这届是要延长半冬。花莲口号伫街路抗议，这是缅甸为去年2月以来发生政变了后，常常会当伫大城市阳光看到的状况。不过，即马所有日本男记者久保田彻因为记录示威活動，被缅甸警方逮捕。日本官方呼吁趕緊放人。日本大使館はミャンマー当局に対しまして当該邦人の早期解放を働きかけており、引き続き情報収集に努めるとともに早期解放を求めてまいります。日本媒体 NHK 报道，20多岁记者久保田彻为学生时代开始，就一直咧追踪少数伊斯兰教徒加罗兴亚难民的新闻，去缅甸采访真侪届。今年7月中旬，才打入境缅甸去仰光，要制作政变的相关纪录片。不过8月初5就要登去日本，伊伫采访之前，就已经得到当地政府的采访许可，嘛做真侪准备工作了后，才去采访，煞互警方逮捕。这是日本记者第2届采访政变的新闻，互逮捕。去年4月，就曝
国有日本记者北角玉树和缅甸当局以宣传假的信息的罪名逮捕佮起诉，和日本政府用外交管道开1个月时间一直协议，北角记者才互放出来。伫缅甸军方政变1冬半了后，又搁一摆宣布要延长国家紧急状态半冬。Possible chinga ubri poma lian set ya. Nangan si mai ok kong si tetamu nora chola 对面 tamak 吧咧。这是缅甸的军政府第2届延长紧急状态。军方表示，虽然武装部队努力进步，但国内外恐怖人员甲强暴的人员组织拢在破坏和平，认为国家要恢复和平，才有法律办选举，佮需要时间，所以佮1届延长紧急状态。我是新闻台是唐朋友。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2冬前伫2010年时发生钢槌大爆炸，当时有一间大型的粮食仓库无倒。延过2冬后，即嘛是因为天气伤热，加上导火烧翕掉咧，烧3礼拜了后，规个建筑物全崩去。徛伫贝鲁特港口半世纪，有48公尺悬的砌床啊，面向北方的建筑物向崩塌，也出现真大的土粉。真大的爆炸声，互附近的居民回想2020年8月初4，迄届夺走200多条人命，6000多人受伤的大爆炸。这座大型砌床啊内，因为放3000栋的砌啊，过去3礼拜因为天气真烧热，山发架导火烧起。一日开始，当局出动消防员加阿兵哥来灭火，不过专家警告，真实会互局面更较恶化，就阁下令停止灭火，因为翕烧所产生的臭味，阁吹起港口四周围的主题区。环境部甲健康部门顶礼拜指示居民爱踮伫通风良好的室内，尽量唔通出外。黎巴嫩红十字会也发予居民 KN95 催暗。اليوم أنا برأيي حرام الضل يعني بتأذي العالم وفي روايح القمح اللي عم بيحترق。去年4月，黎巴嫩政府要决定拆除砌床啊，暗过叫大爆炸罹难者家属甲幸存者的反对，因争论砌床啊可能也阁有司法当调查的证据甲线索，同时也应该以这场悲剧事件纪念物的身份甲保留落来。暗过北区部分砌床啊崩塌了后，民防部门的官员表示，北区其他留落来的建筑也真危险，几座大型建筑其他较斜起强要倒去的部分，原来有崩塌的可能。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也有啥物大代志？加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轰下 AM 下飞到咱台湾访问，白宫是表示佩洛西有权来台湾访问，布林肯嘛呼吁中国唔好起诉。在关心某个媒体有报讲，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已经甲71岁甲打造一个头人萨瓦里枪杀。美国总统拜登会发表演说，对外讲这件代志。来关心英国媒体有报讲，英国国会下议院委员会为着表示对咱台湾的支持，按算伫年底时会组访问团来台湾访问。在镜头，佮等下咱国来，咱来关心年底选战台北市的这部分，有民调即马是显示讲，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目前支持度有28%，暂时是赢过陈时中甲黄珊珊。也毋过看好讲，谁会选赢面的调查，却是陈时中排第1。也若伫新北市的选战，另赢参选人林佳龙是呼吁侯友宜爱挂保证，选调了后袂使半中途佮走去选2024的总统大选。侯友宜是表示，目前伊是新北市长，伊就会继续伫新北市拍拼。签名打卡，台北市另赢参选人陈时中是万会展，青少年票经济联合部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得到2成8选民支持，领先陈时中的2成6，黄珊珊2成5，暗过看好多部分算是输给陈时中。民进党在这一次台北市长选举是用总统规格在打这场选战，这次选战是一个不对称的作战，我是用有限的资源在面对最大的党机器。选战攻防，蒋万安将扩大保险金增加薪资补助方案列为政见，引起立行议会的反弹。考试已经在研究才质询，是伫个挂条尾。蒋万安反击，民进党要提乡对礼拜会使，啊毋过毋通伫选举的时阵恶意抹黑造谣。但是总是认为上大功劳伫行政院。
当然是这个政策的成功跟政策的吸引力够，所以大家就会来争执，就是说啊，我也有强迫催生这一次的这个不孕症的补助，最大的功劳应该在行政院。三卡多竞争激烈，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透早合体市长郭文天参加市政行程，今早加餐。新北选战部分，民进党参选人殷家良继续加指控之诉，按侯友宜表态承诺未参加总统大会选举。要一个参选新北市长的人去说他不会在1年后要去参选总统，有这么困难吗？我即马是新北市的市长。我好好啊，做代志，努力拍拼，新北市更加好。最近林佳龙也因为城市外交请侯友宜批评新北市国际化程度较低，侯友宜是表示非常重视国际事务，向多元管道斗阵努力。记者综合报道。那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风波也未收煞，也指导教授现任国安局的局长陈明通礼拜四有发表声明，强调伊是先解林志坚的论文，再甲论文交予伊正方提去参考。台北市议员王芳美昨昏就向教育部检举陈明通，讲陈明通违反学术伦理。那林志坚这边是回应讲，规件代志拢是王芳美咧放下放影。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案争议不断，伊读台市的指导教授、国安局长陈明通嘛，成做争议的目标。因为陈明通7月31暗发声明讲，伊是先修正林志坚的论文相关部分，再交予吴正宏参考。陈明通在这一阵子以来，他所有的作为，事实上已经完全的证明自己已经违反了学术伦理。国民党台北市议员王芳美召开记者会讲，伊的告发陈明通是根据专科以上学校学术伦理案件处理原则的规定，指导教授对学生的论文若是有监督无周全的所在，爱负责任。一定要让他去面对他作为一个指导教授，他应该要面对的责任。不过，林志坚竞选团队总干事郑文平是批评王芳美根本无了解规个论文事件，乌白指控。王宏威议员本身，他本来对这个事件是操作他自己的声量，他不求甚解，他可以指控林志坚，也可以指控于先生，现在还要指控陈明通老师。那我想要请教说，那你一开始怎么认知这个论文的事件？王芳美表示，伊已经发函教育部，教育部也未提出回应。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新竹棒球场害几名球员受伤，工程品质引起争议。那赢继续积极将市长林志坚任内用限制性招标的比例真悬，要求检调爱去调查。那新竹市政府昨昏有专工拜托将兄弟抢球员林家伟去现场会勘，落尾即马是决定红土拢要定铺。新竹球场也无验收就开始拍球，引起外界质疑。新竹市的工程品质。国民党提出统计资料批评转战桃园市长选战林志坚，过去伫新竹市长任内工程限制性招标比例伤过悬，质疑有白标的嫌疑。没有看过市府工程发包这么爱用限制性招标的，有些招标案的底价甚至跟绝标金额一模一样，这跟绑标基本上差不多。透过了抹黑、泼脏水的方式，试图想要影响这次桃园的选举。桃园人所期待的是一个正面的选举，因为桃园人所期待的是一个会做事的市长。林志坚表示，最近的成绩是伊行政治路以来上大的挑战，伊会心心面对。新竹棒球场启用了后，负面的批评是真多。新竹市府除了启动棒球场改善小组，7月31日由代理市长陈忠贤，也有前兄弟抢保手林家伟现勘，就决定爱中铺红土。优先改善内外野红土草皮、牛棚、打击视觉区与固定式转播平台4大区域，每周1次改善会议小组，持续与中职专家、球员等单位沟通合作。林家伟现勘片期，申请白场地佮野水改善场地状况，佮铺新的红土。市府表示，依照改善小组的决定，伊图表面上软的红土佮用质，然后佮补充灰仔土甲表层红土，确保因素是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艺人周如明去买欠钱，未去买保单，说服保险员骗3000多万。
嫌犯是用公司的名义卖欠钱的保单，所以因为甲讲这金额伤悬，一支爱600多万，嫌犯就用查税洗钱做理由，建议讲爱纳现金，转一困头，互骗走3000多万。以团体 FC 出道艺人周如民在演出真济出戏出，两花三地正红。2015年甲如红烟结婚，婚后翁仔某点点生活。最近传出甲牵手如红烟去互保险经纪人骗3447万外，这个消息引起众人关心。同性被告与被害人为友人，涉嫌刑法诈欺取财罪嫌，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根据检警调查，2018年周如民甲牵手如红烟各位高额赌脱险，原本设定6期，每期684万自动转销缴钱。不过姓房的保险经纪人讲，因为金额伤悬，会互人查税，也是互人想讲洗钱，建议用现金缴费。佮讲家己会当替伊缴纳，而且伊缴了后壁基数有优惠，成功骗3447万外。北检起诉书中，这个姓房的保险经纪人以公信保险名义卖婉雄人寿6年期拄脱型保单，公信保发声明讲，伊毋是公司的员工。保险经纪公司呼吁，无论保费多少，为着自保，千万毋通用现金，搁较莫拜托人缴钱。建议民众去银行汇款，也是用信用卡扣钱，留金流记录，才有缴费证明。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南投日月潭最近有民众看到日月潭内底有真侪外来种的鱼虎规大收。本地时阵讲已经处理好势啊，毋过尾也是无。学者是建议讲会当甲当地渔民合作，毋过想要断种，可能要真久的时间。像鱼虎啊，鱼虎小只的时候就是红色的啊。外来种鱼虎伫日月潭真济，当年差不多5月底就会出现结规球的鱼球，危害当地生态。不过今年一直到7月28，才有民众暗时钓鱼的时阵，才发现规定细只鱼虎，创下最近上万发现的记录。那一只我已经煮6只啊，是6只来讲了，里面的蛋啊，我们慢慢在那用有没有？这大致上算一下了，应该是将近8000多颗啦。那以往的话，大概都是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就会出现。那今年到目前为止没有大量发生，的确是比往年的经验还要晚了很多了。县政府表示，鱼虎学名小盾类，上大尾有1米3、24公斤重。鱼虎防治伫国内并无制定流程，嘛无收购机制。农业处敢若会当伫有限的预算，鱼球出现的时阵用电的。农业处学者是强调，目前并无鱼虎长期统计数字，无法度推测是安怎今年鱼球较晚出现，防治大家爱有长期抗战的准备。要长期抗战是第一个要务，第二个是慢慢的把一些的主力啊，再拜托在地的渔民跟渔会合作的继续的持续下去。农业处指出，2020年电鱼虎的数量有8000尾，2021年增加到34000尾。今年要甲渔民合作加强监测，适时降低鱼虎的数量，通维护潭区其他鱼种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9月份后个月就是菱角大出的产季，今年较无欠水，水情比往年也搁较好，嘛提高农民种菱角的意愿。毋但产量会大出，而且品质嘛真好。也毋过要经好食的菱角是有撇步的哦，带乡亲咱同齐来了解。每一年的9月至11月是咱台湾菱角的产季，菱角嘛是真侪民众真喜欢食的物件。其实种菱角有袂少学问，只要麦角料有条。就会当种出肉质好、搁甜的菱角。咱爱有一支棍子，有一支锤啊吼，若无竹节，安尼在咧土底也会使。用一支锤啊，把它插落、栽落，栽落吼，3天以内要施肥，因为3天里也袂开根。你若肥施肥落，才袂要烫掉。台南瓜田是菱角主要的产地之一。为种类到收成，要4个外月的时间。要种的时阵，会当种较乌的、较高分，较有重的肉质会较松软。今年算的，差不多伫中秋之前就会当采收。你若看履历有一个蒙种，蒙种的前后左右1个礼拜来栽上好。栽落的时阵拄好，甲立春，若会当伫立春的前3天之前。一定要催花，
啊，吹花了，拄啊附伫中秋节前后，会当采收。菱角属于金壳类，内底的蛋白质、维生素 C、甲矿物质等等的营养素是真丰富。用晒也是脆脆的运豆油，食落是真清甜。若要做料理，煮排骨汤嘛真下味。爱食菱角的民众会当期待今年菱角大出的时期。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南麻豆是文旦柚仔主要的产地，有一个少年农民，伊毋那种文旦，伊阁会办活动，伊是邀请游客去现场买文旦食办倒，体验做事人的辛苦，嘛了解在地产业。为产地甲饭岛头尾拢展现，是即马上界流行的是农教育。伫咧台南的麻豆，就有一个种文旦的农民，因为无想要单纯干那做生产甲买卖，规气来办活动，甲人客直接带入去果真园内食文旦的好料。因为我那时候回来麻豆的时候，我做过一个资料的调查，麻豆的产销班有登记的班员超过1000个，所以那时候我认为我就是第1001个。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其实应该要做跟大家不一样的事情，我才有机会让大家认识我。因为地是家己的，就免顾虑到地主的想法，一年四季拢会使办活动。产业科出身的李家汉嘛真下功夫，专工去找在地麻豆生产的农产品，或者都市爽会当直接坐伫柚仔粽下骹，欢喜食办倒。其实做活动很忙很累哦，因为我们是要抓我们的工作空档，又在做另外一个新的工作。但是其实会支持我们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的原因，就是我们真的会在消费者来参与的朋友啊眼睛看到光，可能是我们的农夫的日常，可是对他们来讲，对于台北人啊，对于市区的人来讲，就是一辈子没有经验过的体验。毋那敢若会晓想，你甲汉办活动对无够有任何的大细事，拢是慢慢啊摸，慢慢啊学，就是希望游客会当透过这安排，进一步来了解麻豆的文旦产业。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咱来看伫2017年红列做台南市市定古物的白河永安宫的门神彩绘，是台南府城真出名彩绘艺术潘丽水的作品。不过呢，即马因为门神的彩绘有落色，而且佫翘起来，庙方即马是报文资处委托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来修复。那规个修复的过程嘛，拢有翕做影片，带乡亲咱同齐来看。台南白河永安宫，民国59年所起，甲别位的妈祖宫无共，一采漳州马。起庙迄当阵，特别请艺师潘丽水来画门神。因为那个时候潘大师大约50多岁，也就是说是他的艺术创作最为成熟、精彩的一个时刻，相当的一个精美。画师潘丽水，人家号做丽水师，是头一位得到教育部新团奖的民间画师。伊画这座门神真有价值，文化局佮甲列做高度保存。阮老爸吼，伊咧画目睭时吼，又甲我讲，咱画这目睭来画我观赏者吼，你看人吼行到底靠底，目睭对你行对你行，这叫竖红眼。啊，这胡须吼画出来落爱捏亲像呢，足蓬松啦。哦，袂使讲迄这喙鬚足重啊，囥伫啊，还个透明，会当看到。喙鬚内底后壁遐个衣服遐个图案。不过这庙门是插帮，年久未侵，当然卖互香熏甲乌气黄气，所以庙方就委托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来修复门神的彩绘。这一次是希望可以恢复它的历史，好，还有美学价值。其实不是把它修到很新很新。可是希望可以维持它现在很良好的状态，宁愿少做不要多做，就用最少的干预价值，好让它可以发挥到最大的效益。论真来讲，这门神的彩绘唔那代表地方的传说信仰加风俗文化，嘛反映社会加时代特色。即摆咧修复潘丽水大师门神彩绘过程，文资处嘛甲拍做影片记录起来，希望会当恢复伊的历史加艺术价值。记者综合报道。国家人权委员会也有3个摄影师有同齐举办台湾人权摄影展，透过相片讲出原住民族、性别平等，也有移工的人权。相片内底是30年前引起大众关注的走族原住民唐英新，另外一张是礼拜时满满拢是移工的台北车头。国家人权委员会举办摄影展，用一张一张的相片讲出台湾人权的进展。2、1。
国家人权委员会向光而生。台湾参展的其中一个念书吴祖明，30多年前捌翕过原住民族正命运动，前几冬伊重新用镜头记录这运动者现在的生活。想要再回去找找这30年我所拍的这些当事人，我想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到底30年的这个原住民运动呢，对于他们的影响是怎么样？这届摄影展除了原住民族以外，嘛有性别平等加移工的主题相片。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陈菊表示，8月初一拄好是委员会成立2周年，希望无同族群的人伫台湾拢有平等的权益。这些权利，我们都是踏在前人的肩膀上，一代一代的努力，才有今天。陈菊讲，人权永远拢进步无够，委员会会继续自我要求甲反省。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将在国界边境拢已经开放啊！咱台湾早晚嘛会行这一步。即摆有日本的旅游团业者是做探路草的观光团，先来咱台湾探路草。这是对2020年3月份了后，咱关这边境了后头一个日本团。日本20几个观光业者组成的行脚团，初一来到野柳，专程甲民众、媒体拢保持距离，无接触。这嘛是台湾边境自2020年3月封闭了后，头一届有日本团来台湾。昨天因为是进来比较晚，所以隔离的关系，昨天没有排行程。那今天一早就来野柳，依我们这旅游点要做进攻是有点困难，所以我们会为了防疫做好相关的一个措施啊。观光局这届以专案计划向指挥中心提出申请，无受3+4的检疫限制，嘛拢完成 PCR 的检测。4天的行程团进团出。观光局表示，伫疫情之前，日本游客来台上高峰，有到216万人，是中国游客以外，外国游客来台旅游上界多。日本是我们来台的一个主要的入境的人数的比例比较高的国家，所以原则上我们这次是以专案报防疫计划免隔离的方式来邀请。观光局表示，其他国家像韩国嘛有行脚团等来邀请，这届行脚团主要要让日本人了解台湾国旅防疫的成果，未来国境开放了后，嘛通安心来这旅游。这日本业者除了观光景点，说落去嘛会甲台湾旅游业者来交流，有加8月初3回去日本。记者陈汉文、随新北采访报道。伫中国深圳，即马伫街路会当看到无人驶的客运车，相关的法规伫顶个月已经通过啊。客运车的业者总共有摕到英文许可，就会当伫特定的区域内底做生意载人客。不过即马有规定讲，车顶暂时要有一个安全驾驶员，坐点副驾驶座看头看尾，万不利发生状况，会当随打动啊。无人驾驶的客运车伫深圳车路行驶，副驾驶座也是有安全驾驶员，万一发生状况，伊会当打动啊。最近不少中国业者伫深圳设置自驾车，包括阿里巴巴投资的元阳启行，甲百度合作的汇领智能等。深圳当局也领先全国，伫顶个月通过智能网联汽车法规，8月初1新法正式实施。运转登记许可业者会当伫市区更加快所在营运。Definite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automotive industries. I think first, so we have our much wider area, so we can do the robotaxi and we can do the autonomous driving testing operation. So this allows us to get in more and more data, and we can evaluate our algorithm much faster. 自驾车业者表示，中国有制造成本上的优势，所以自驾车载人也是送货的发展会真大。In Shenzhen, the capital cost is 1/3 to California because we have a battery support layer, we have the sensors, we have most of the integration we can do beautifully in Shenzhen. 深圳新法规定，自驾车辆驾驶座会当无人控制，不过车内也是要有安全驾驶员，通因应常常发生的状况。万一发生事故，应该要由安全驾驶员负起相关责任。若做车内无配置安全驾驶员，由车辆所属的公司负责。业者坦白讲，新法实施了后，事故发生机会可能会提高。未来若做全面开放营运，可能需要更加侪规范。另外，自驾车产业目前伫中国效力有限，部分业者已经抵向国际市场，不过自驾车伫中国实施的成果如何，也有待检验。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
伫外口食物件食袂了，包菜买来已经惯死。啊，若西班牙为着要爱，互因的民众爱物件爱小物。爱唔通浪费，按说明年开始是要强制要求酒吧也是寡餐厅爱免费提供包菜买服务，若无有违法，上悬会罚6万的欧元，大约是新台币184万。这拢替人客家食不完的物件包起来，这个服务未来真多。西班牙餐饮业者标准的服务，西班牙正伫推动新法，明年开始酒吧甲餐馆拢要提供这种免费服务。Y luego también, pues siempre tenemos la posibilidad de que se sobra mucha comida, pues a la gente le ofrecemos tupper ya, verdad, desde hace muchísimo tiempo. 这种部分的业者已经先提供这样服务。虽上西班牙人无甲食剩的物件保存去的习惯，食剩的一般拢是浪费弃掉。根据政府统计，当地每年浪费1400吨食物，平均算来，每一人每年浪费21公斤，价值大约250欧元的食物。为了减少剩落的食物，新法规定，餐饮食品产销业者必须要制定防止食物浪费的计划，包含商店甲超市必须要促销7月到期的商品，也是关乎社区组织，也是食物银行。Es la típica cosa que ha venido arrugada en el palé y que va a ser de difícil venta, pues ya la ponemos en promoción al 50%. 违反的业者面临2000到6万块欧元，大约是代表6万到184万块的罚款。若是累犯，上悬会使处50万块欧元，大约1500万块代表罚款。公视新闻徐婉玲编译。即马物价直直起，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伫澳洲有一个社区是早就伫社区内的花园，互民众会当种菜色，安尼呢就当欠一笔钱，一减一个。花园内面有真侪花族伫咧种物件，抑个民众哪开工哪种做，我过去看因种啥，拢是种会当食的菜。There's definitely an educational aspect to the garden where it's like, yeah, people may have the space but not know how to use it. Open to anyone. It's this like safe space for everyone to kind of come and mingle and join together. 这是澳洲南部城市阿德雷德的一个主题区，社区内面有一座正快花园。自10多年前开始，这居民就用花园种蔬菜，就大家一天来种5粒生菜，互家己食，是当地第一座社区菜园。就算不要种菜人来遮，要其他人教你安怎种做。I didn't know anything about gardening, but you come down here and you meet people who have gardened for 40, 50 years and are a wealth of information, so you learn a lot just by being with them. 这种家己供应家己的模式，也让优化人甲人之间的距离。真侪人来遮，若种菜，若开工，厝边头尾大家互动，发展真侪合作的社区。When I drive past, I see people in here like chatting and like gardening together, and yeah, that's what it's really all about. This is a marvellous opportunity for people who might feel a little bit isolated in the city, that they can come down and meet their neighbours. 这种社区菜园伫咧地方议会甲慈善机构，抑个其他组织的支持下，伫郊区真侪主题区正流行。特别是受到即马物价通膨的影响，连一粒青菜价值即马拢赔到12澳币，超过台票2.5。即马家己种家己食，也互民众省真侪。虽然菜要水，爱开真侪时间去照顾，但过社区团结，大家做伙种做，也当帮助真侪人暂时度过通膨的压力。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加27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加是26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0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1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